好啦，咁啊去到下一場比賽咯，孫銘興隨住送到埋後邊入替嘅艾華，咁樣 set 翻轉頭，咁呢個位置有冇紅衫響度？不呢波見到孫銘興斬波落點好靚㗎，見到遠處嘅艾華走埋接應啊，但係可惜啊，頂翻轉頭嘅時間咧，冚埋嚟嘅時間嘅球員咧接應咧就似乎部署嗰個位置咧部署得唔係太理想嚇。又逼到個波啦，今次嚟自費蘭道左腳拉射埋去，都相當之勁㗎。正中間位置就俾門將基夫啊手指尖啊成功啊貼走咗先。咁啊，跟住呢度呢邊嘅印度亦都有一個機會啊，咁啊11號嘅後備入替嘅球員捷迪尼咧一個轉身咬個直線落去咧，其實就好靚㗎。咁啊可惜稍為個力水啊大咗啲啦，後冚埋嚟嘅贊加迪咧慢咗半步啊。印度球王捷迪尼咧入場之後咧有好多咧好重要嘅傳送嘅。咁啊跟手亦都有咧，就17號仔就係贊加迪啦，兜中間啊避開咗就係陳俊一㗎啦。只不過拉射埋又係過唔到咧，就門將葉鴻輝啊！再嚟段嘅時間咧嘅印度咧都可以話壓翻住香港隊嚟打㗎。呢個波就好彩，哇！仲有一個係啊中樂安喺度。咁啊後冚埋嚟嘅對方嘅球王啊，咁啊捷迪尼咧亦都係想話搶前柱㗎，但係可惜啊，呢個波係散到係中樂安出界。去到尾段㗎啦，後備入替米高啦，成個人攏埋去啊，叫做壓贏咗對方㗎啦，但頂得好吃力呢球波，側下批走咗。再咧就顏卓彬嘅大腳送到埋嚟，米高就快過門將基夫一步，叫一隻基夫犯規，球證只有12碼1點噃。不過呢個波就真係要讚一讚米高啊！真係有冒着受傷嘅情況之下，咁樣將個波係頂高咗之後，避過對方門將基夫，搏到一個12碼翻嚟。操刀嘅球員史提芬彭利拿小跳步冇問題，攞翻龍門右手邊，中內柱彈入啦，亦都係肥棒人生第一個 A 級賽事的入球啊嚇！補時階段奠定勝局，一戰定江山，史提芬彭利拿相當開心啊！包括備受壓力嘅教練咧韋斯活啦，同埋助手啦，同埋就係現場啦一眾嘅港隊 fans 啦，一齊都係咧就非常之咁興奮。開心慶祝，最終呢就香港隊一球波險勝印度咧就全取3分嘅。咁啊呢一輪嘅賽事方面咧，完成咗2場波，暫時香港隊係1勝1和不敗，攞到4分落袋，我哋恭喜香港隊，耶！好啦，睇埋咧就係全場統計數字先啦。咁啊，港隊就12次射門就4次中籠，印度啊11射3中框嘅。角球就5對7，越位1對2，犯規就鴛鴦9喎嚇。咁印度19次犯規，港隊都有9次犯規，黃牌就1比3嘅。不如黃哥都同我哋咧簡單總結下今日嘅賽事啊！咁啊，其實就真係雖然香港隊有個主場嘅優勢喺度啦，但係就其實就印度都唔係一個係弱嘅球隊啊，咁啊所以就真係今日嚟講，香港隊贏1比0，我覺得有少少運氣啊！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